去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跟我们接触，也可能办一些青少年的一个家庭活动等等，这个都是开拓道路的一个方式哦。然后补习班的部分，其实也是开拓道路的一个部分哦。像我们从政哦，我们的补习班就是都开在社区里面哦，这个社区的这个补习班，而且里面有很多的人才都是因为有补习班而起来的哦，就是补习班的家长啊，跟我们就是小孩子带来补习之后，然后慢慢的进入了道场。然后慢慢的培养出道场的这个人才，这样所以或许有看到你们那个之前那个去年的时候，就是你们读经会考这个是你们都有一个毕业嘛，它里面有秀出你们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个读经班的那种分布的地方或许看了一下，就是会单位的部分的话，好像你们都是比较局限在家庭里面的。自己家庭里面的佛堂或者是开补习班，可能这些来读经的小孩子都是得心的囡是讲得心的朋友传的囡虽然可能里面的部分就是局限在那个范围就会比较小因为毕竟那个读经的就是得心所以那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局限，没有把它扩展出去。像我们很多学界刚刚或许所举的那些例子，说出去开发的那个，去国外或者是不同地区开发，是不是都要接触到新的人？你接触的是都陌生的人，可是我们读经班的话，经营的话，也是要朝那个方向，就是接触，去招约这个陌生的人，不曾接触的人，这样子的话，才能去认识新的一些朋友这样子。这里面的话，或许刚刚所讲的这些共同点，都是有一个这个招要扩展的话，一定要怎样去接近群众，就是一定要去吸引，不管你去开挖也好，或者是说去开果汁法也好，或者是说要办社区补习班等等，或者是办各类的活动，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吸引。只有一接触民众，你说什么有缘的众生会来跟我们结缘，你有方面提出怎么样？不可能也有的公司来跟我们结缘所以这个是后续一个前面的一个前言，就是说我们开拓道路的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接触群众接触群众之后，自然而然这些人就会过来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开设读经班？就是后面这个讲的是开设读经班，这个是社区的读经班，为什么要开设社区的读经班？或者想要请问大家一下，你们佛堂里面开设读经班的用意是什么？你总可能到新人家里面开设读经班，为什么你要开设读经班？要培育，为了是让你们道场的小孩子可以接触经典，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学孝道学孝道就是要学习圣人的那个经里面的那个道理圣人里面的这个心意孝悌忠心等等的，就是希望小孩子读经然后学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开设社区读经班用意是为了什么？第一个是心理可是你要回想说，为什么你们在自己家里佛堂开设读经班，就是希望小孩子可以学圣人的脚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社区的读经班的开设其实我们的观念里面也是要延续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也是要希望说，我这开设读经班，对有缘的这些朋友小孩子家长来跟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他们也可以学习圣人的脚步，然后可以学习这些经典的这些教诲让他们的品格让他们的学习能力可以提升，而不是说我们开了读经就是要推广道路而已这个我们这个出发心一定要很正确，
不是啊，或者随着直接开拓道路。如果你用这样的出发点的话，如果你要是犯了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也无所谓。那可能那时候花也不会出来。那所以如果我们是以那种出发心的话，就是说花有人会反好像自己在家里面的佛堂一样，就是希望到大家可以学圣经的角度，这样的心态来，希望招引这些我们有缘的人，社区的这些朋友、这些小朋友，我开始你们就是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小孩子改变，家长改变，因为他们的家庭都改变了，自然而然，你说他们都改变了，他们会不会跟着我们走？都水到渠成。可是如果你开始的地方里面，他们都没有感受到改变，你想说，奇怪，我哪会对你啊？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他给我们的感受好像不是那么的安定。所以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哦。但是我们或许会，因为或许之前在一零途径上，有时候也会都是这样的一个误区里面。可能说啊，我这三途径呢，是不是就是要这个道路啊，也要很多啦，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花所以这样的部分的话，或许我先把这个先把这个东西先跟大家来分享。或许像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样的一个理念或许举一个例子，就是后续对就是他们那个花艺组的一个方面，他们就是去那个左开发。对，大家都有看到，那里面是不是在讲？当然，他们为什么要去开发？他去开发就是为了开发花不是嘛？当时花心不是这样，而是说看到那边这么的腐烂，然后看到那边没有的无辜的人到来帮助他，因为让他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腐化开发他们。另外，我在那个时间，话说那种环境啊，那种在喜马拉雅山下的那种环境，去那种是多么的，或许看那些多么的艰难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他们说他们都在用手工的，我看进来，他们说怎么讲？你相信你相信，我要这样然后我是这样的，所有都这样。都是那种石头路这样子的，或者说他们在线系统，就是因为他们比较注重那边百姓那边种的，所以还要来，而不是说为了要开拓好，这是一个比较多的一个